家己姊妹大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5月初5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西结书第1章26节到第2章的第1节。使徒行传26章第1节到1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得到呼召。捌有新人院的教授来表示，每一摆招生了后的这个面试，教授都拢陷入伫两难啦吼。因为一方面爱看这个考试的标准，但是呢，一方面每一个报考新人院的学生拢会讲，因为圣神感动我，所以我才来报新人院，要来受装备来做专职的服侍。教授怎样会通拒绝，或者是讲否认圣神的感动呢？当然知影这位教授是咧军生招生有一定的审核的标准，是袂陷入伫两难的啦吼。但相对来讲，咱知影每一个人拢领受到呼召，拢无共款。以西结书第1章26节到第2章的第1节，先知看到异象，伊非常明白讲，这是上帝这个临在的这个记号，并且伊有听到声音，对迄个异象的中间来对伊讲话。圣经记载讲，伫画面甲壳顶的这个穹苍顶面，有一个形状亲像拿宝石做的宝座，坐伫宝座顶的形状亲像人。我看见伊的腰顶缘亲像会闪烁金属遐尼光，四周围亲像在倒的火，伊的腰以下亲像火在倒，四面发出光，周围的光亲像落雨时安尼露出云中这个空共款。这就是上主显现的时阳光的形状。我一日看见这个景象，就趴伫涂骹。我阁看见有人在讲话的声。上帝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站起来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”伫新约，保罗伫阿基帕王的面头前，也为着伊家己领受呼召来辩驳。使徒行传26章第1节到18节，伊阿基帕王的说明安尼讲：阿基帕王对保罗讲，准你为着家己来辩护。保罗就伸手开始辩护。阿基帕王今仔日会当伫你的面头前，着为着犹太人控告我一切的事来申辩，我感觉真万幸，因为你对犹太人的管理甲争论的问题特别精通，所以我恳求你耐心来听。我对少年到大，对起头到伫我的本国，后来伫耶路撒冷，做人安怎所有的犹太人拢知。因已经捌我真久，若肯会当为着我做证。我做一个法利赛人，有照阮的宗教真严格教派的要求伫生活。现在我伫徛伫遮受审判，是因为我上帝对阮祖先的应允的实现。阮12支族的同胞，每日热心敬拜，嘛是为着要互这个望显现。王啊，为着这个望，我才受到犹太人的控告。上帝互世人搁活这项代志，恁是安怎断定袂当相信？以前我本身嘛想讲着用各种的方法来反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。我伫耶路撒冷确实有安尼做。
若有对即世市长领受着权柄，领真济信徒关家，佮伫因受处死的时嘛表示赞成。我时常伫各地的会堂甲因刑罚，强迫因亵渎即个信仰，佮用暴力来对待因，甚至去到伫外国城市甲因迫害。有一遍，我带着这市长的权柄佮命令去大马士革王啊，伫半路中昼的时，我看到比日头搁较强的光对天顶照落来，甲我甲同行的人搭咧，原拢跋落涂骹。我有听到一个声，用希伯来话对我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安怎迫害我？你安怎做？亲像用拳头母地疼石屎，家己讨皮疼。”我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甚么人？”主讲：“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。起来，徛地，我对你显要派你做我的仆人，为着其所看见关系我的事，以及将来要对你显现的事做证。我要对以色列甲外邦的中间，甲你救出来，找见你去因遐，开因的目睭，互因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，离开撒旦的权势，归向上帝，互因对信我来得到赦罪，佮承受做上帝选民的地位。无论受呼召的情形是安怎，领受上帝呼召的人，家己爱非常清楚。就算是亲像报考新人院的人，无法度被录取，如果是真正是圣神的感动，那安尼就应该好好来准备家己，再来一摆，毋是伫迄个所在就话可耻无讲。受主呼召的仆人应该爱好好来准备家己，为了主所用，才会通真心真力来服侍主。诗篇121篇，我仰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哪里来？我的帮助对上主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伊袂互你跋倒，伊会保护者袂拄面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，在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时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保护你，脱离逐项灾难。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感谢主赏赐恩典甲呼召，我会通明白家己是甲主面对面领受主呼召。准备成做主的仆人，求主互阮有坚定的决志，来真心服侍，互主所使用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